热闹的夜市熊熊着火，也阁庆出病院行到边仔民众。起火地点是伫咧台南永康高王国小，单位是伫咧卖番薯球。暗时7点外才开始营业，规大直接烧起来。鞋仔内面正伫咧煎的番薯球拢炒火大。没有听到什么，就是会烧起来而已，烧一边尔啦。烧一边。所以阮徛伫遮，阮无代志啊。哦。敢知影是安那？是为什么会烧起来？不知道啊。我唔知。初步判断，敢若是加速桶的管线唔知安怎落去，才引起这场火灾。拖伤是一对分别56岁甲52岁的翁仔某，当时阵也阁伫咧准备着互烧掉，送到基美病院急救，验伤结果手还阁有脚，大约有18%烧烫伤。应该是瓦斯外泄，那瓦斯外泄原因有可能就是管线它旧了、脆化了，那引起可能有裂缝，裂缝造成气体的外泄，外泄之后才会累积到一个程度爆炸。消防局指出，现场烧的面积无大，大约2平方公尺，无财物损失。详细起火原因也是爱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